古洞站將成為港鐵網絡第100座港鐵站，並坐落於古洞北新發展區核心。佢不只係一個數字里程碑，更係北部都會區戰略落地的關鍵交通樞紐。古洞港鐵站2027年正式通車，屬於東鐵線全新站點，由古洞站搭東鐵1站到落馬洲，2站到羅湖，南下直達金鐘。日後北環線開通，古洞站更會成為雙線轉車站，接駁屯馬線來往新界西、荃灣、屯門非常方便。我哋泊 Silicon 步行2分鐘直達古洞站，2期共324伙，戶型由311至576尺，涵蓋1房、2房、3房，主打2房單位，專門適配各行精英入住。政府斥資約100億港元興建政府綜合及辦公大樓，居民可直享學校、市政配套。隔籬嘅河套港深創科園屬於國家級大灣區重點規劃，泊 Silicon 完美適配港深創科人才，配合新皇崗24小時通關，完善跨境巴士同的士配套，住宅、科創、口岸、鐵路連成一線。想了解相關資訊，可以隨時揾我查詢預約，一同到古洞現場實地考察啦。